东北云歌戏团这届演出的是三国戏，特别邀请京剧头生唐文华来合作。这届的五梁永远的戏节，较注重人物的感情，要让大家了解不同款的历史。 五梁永远的迄日，用歌戏来演三国戏，更加特别的是，出名的京剧老生唐文华嘛加入演出老毕的角色。念出来迄个开口无，啊，伊完全是无共的那个念法，唱腔的那个音域的走腔有没有？腔啊，跟咱这京剧拢无共的啦，完全无共，所以讲啊，重新学习。 唐文华笑讲，家己完全袂晓讲台语，背台语词的时，就一句一句录起来学。若无就向人请教，大家的演出拢是新挑战。唐美云嘛表示，三国戏伫京剧的舞台早就是经典，即个以歌戏来演。规出戏的起头是对孔明的后生想要做家己，无想要互人讲伊是孔明的囝开始。戏出的内容嘛讲到老毕甲孔明因的后生，才会正历代心情。 咧，咱一般看戏伫咧传统的三国内面，都是敢若看到真侪伫咧战争啦、相拍，毋是安尼尔。咱即摆的即个五梁演的，其实较以人性的内在去探讨。唐美云进前做面部客栈，做出新形式的歌戏，受各界娱乐。唐美云讲，伊伫希望将戏剧提升到艺术的层次，改变大众对歌戏的印象。即个五梁永远的迄日。 要带观众感受军神甲背景情。记者陈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